你好，我係1號分堂阿心，今日同大家嚟到錦上路站柏龍睇一個2房1廳，實用面積係444呎，單位係非常優質嘅，景觀超級開揚，歡迎回家。我哋依家呢個位置係單位嘅大門，大門玄關位設置有鞋櫃嘅。好，我哋依家嚟睇下飯廳。呢一邊客廳，由客廳望出去係一個大露台，方向係向東，望出去嘅景觀綿綿山景，超級開揚。咁呢一邊係飯廳，連接飯廳嘅係 open kitchen 開放式廚房。好，我哋依家入休息區。首先嚟到浴室，浴室係浴缸嘅設計，天花頂有浴室寶。跟住我哋嚟到主人房啦，主人房望出去嘅景觀，綿綿山景超級開揚。主人房亦設有大衣櫃位嘅，咁呢個衣櫃位超過2米啦。好啦，我哋最後嚟到客房，客房望出去嘅景觀。咁你依家單位睇完，有興趣嘅朋友請約我睇樓。